香港品質保證局係由香港政府於1989年成立嘅公營機構，多年嚟參與國際、國家、香港標準嘅制定工作，亦同時因應市場同社會嘅需求，積極開發具前瞻性嘅多元化服務。憑藉深厚嘅專業知識同實踐經驗，本局定期舉辦各類型嘅國際可持續發展知識分享活動，銳意推動業界創優增值，扎根香港，開源普惠，從而造福社會，以促進商界同社會嘅可持續發展為己任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，喺香港特區政府發布可持續披露路線圖嘅引領之下，積極融入同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。香港品質保證局一直致力透過研發相關嘅服務同倡議，支持政府可持續發展嘅策略，推動業界同社會綠色轉型。喺過去嘅1年，本局推出咗 ESG Connect 計劃，免費為社會企業同初創企業提供 ESG 數據披露工具，進一步推動可持續信息披露嘅普及化同實踐，並制定多項行業技術指南，以支援標準落實同持續改進，持續與各行各業攜手推動 ESG 嘅披露，提升企業嘅 ESG 透明度。而喺今年，本局更配合政府可持續信息披露嘅政策，推出香港品質保證局賦能計劃，旨在支援組織、企業專才同青年人才嘅發展。賦能計劃提供免費嘅技術指南同工具，幫助組織喺綠色轉型中提升競爭力，協助青年同企業組織人才嘅賦能，致力構建一個共同成長嘅職涯發展生態圈。我哋誠邀青年同嚟自不同行業嘅組織、企業專才共同參與，並持續關注即將推出嘅指南工具體驗，同出席我哋嘅知識分享活動，共同構建可持續披露生態圈，協助組織提升風險管理能力，並推動高質量同可持續發展。全力支持，全力支持，全力支持可持續發展，彰顯承諾，彰顯承諾，講 ESG 普及化，全港 ESG 普及化，耶！